不喜欢的那个，Mary，very good。你通过还是我还我的检查出能够是为这个不比赛么？我是为我买车子这个不是不买了，这个作业我比赛现在不买了。哎，可是处理的全是我被超市摆的，谁都不是处理没的。哦，现在你来呢？我跟来不来些人们说是为什么是吧？我说我跟来想到，我觉得比上次蛮好赚，我觉得我第几年，是吧？我说这外地他们里头超市不远，像我们那个洗衣嘛，他在新年这阶段本来介绍些的，本来我都吃不了到，你要找。其实是我，但我你拍不到。毕业是你啊，那不是我的，这是嘛是给这些啊上了过的头发还，这对了本来还不能我才大半没习惯因为这发个没地方没的，上了过不是我才自个家毕业。现在现在不给人啥的，地马不的那不，但凡啥的那的，让谁的还他给完做的不什么。那个啥的，这才是我，这不是不是给的，差联系的是就是，你来人一过来我说就给这，现在么，这过去了那个这是不是马上上来我本来我说这个泰国里的我还联系的，玩的没事，这个中间也是不少，你个人不是这都发出来是来了的么？我个人处理的确实，说出点数字么，我的金牌是这个的人。其实是，我觉得二他这个太过了，就脏起来。就找到了，你拍家了，怎么拖个怎么不是，把海里边不能分不你上去呢？俺心里边，说不多说，毕业你这你个来边不是那本来上学人他不偏么的的么，那他这，嘿，我个媳妇，这品牌不是不个来不行哈。有个人处理啥事，把个事儿。西边儿俺们多少钱子？我不对是，我跟刘先生说什么？其实是我，这做的我心里边那都发差的我是叫自是什么这是。其实我，他不说什么菜，那么，他不吃怎么人会对么？咱你呢？我的我不么是怎么给的？就他发差的我自己是啥事？我你来年那个不来啥的？到说路许多其实说他有的不要到，是怎么说我都吃个我在，我有个来的不对啊，不是个么子。有个我说吃的比什么？现在是，的副是毕业员嘛，是现在毕业还是就怎么不知道那的发来他，那么不是。这对了，我买复习比我这会儿不是本来个在发我买了哈。你没的，我学校我是有差下，我刚知道吃就我就跟你做什么嘞，是的。
我吃开了边干不么在，这就我就跟你不是多一。我这俺个人你头不个人根本就啥子噻，你是不说昨天我还能我掉20块算。我是算是我发土里的算是绝对多了的哦。我有个。我是说，如果是不直播的资料，现在人我觉得个这不说话跟那了，可能现在都可能是什么事？你，哎呀，我们资料是个这是把路不能少的，我不能少的，我不要听不懂。哎呀，我这不知不是讲，可不重要你话不安排了，安排之类的，我的不得么就哈。哎呀，你拍你以后，对不拍的嘛？你要是你那不认，你骗人家找个人你那不认识，你是不他师傅不认呢？哎呀嘞，我不能是个代表的么的，个那些么个代表么介绍的，我呀那给我们我个吃了，我个那些啥么你给我不买了。是，哎呀，是不来上那人不能不记得不给吃烧耶，可都不是个这个业务，不给带个事情的我不是到那做了，把投资我或者把跑了天嘞。哎，我不会记得我个偏西的那哈，他家西的我。如果是那话不用我的，风这边个做菜，这本来我的付出怎么些，这里他不做了比之后是不么办啥。慢慢会比啥噻？你光个还得我那就比啥噻？是那嘞，我这里都没给了嘞，第不办的啦。我那个哎，从这个提起来做噻，就说。这些人你都明白，就说人家怎么说不到，是吧？这个你要是我自己一个我不得，这个没法就，你自己没那 love you， 你不把手现在给吃饭。来上人家不拿去，哎，我根本是别人不是人们，我怕怎么来什么的，我不是么俺不家。哎，这人我是说是，我搁这吃这人，我的这些天天不我娘人我你不吃的这个不啥什么哈，这人个不就这多牛头，那现在多少或者不是我这是不怕了，你来你把我个人不是那么哈。哎呀，学校说不对我做多么嘞，我没现在都是吃不吃的了，小班上来我打说我是吃两子噻。吃了我怎么后面没进点洗不着，这个中间养个了不买洗。哎呀，我这西装那那个不是都去做啥的人，不对个他们他们他里头弄好些。不是有我跟你个盘子说，个地我不是我个地我不买洗的下来，没现在都是干盘木哩。哎，我你吃的还是那薪资多，这小老些的都是这不过嘛多啊，这吃些的个老师，俺的比不完的些呗我，这为啥你二把我你二个做是个为了？你那个多，我是他这对些的把我不给做这些。
呀，我们部门是新疆是啥说啊？我管你这个我西大人，我不跟节目带的了，我个我心里是个也跟比如的。你记嘛，东北沙漠是那种，我们东北。我不带这些做这了，但是你们新牛吃东西的，说实的，买西凉这些，这些我都买酒吧后面买你是就没你个太贵的，我买我不还是在我买你们那个太贵起来的，我买新子都7块钱的，我不是这里，我不这里买的，你忙么修的，我这里买的你个太贵起来的哇。现在一个人这边烧到就烧到现在的嘛，你啥时就是啥的，我说我哭出来，我是不得你过去点么的还。是的，不光这人家直接搞啥子到不买的完了，办不到搞啥的到就我就是办不到。办不到，咱是做啥？